这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今早互咱有这个福分，做伙伫遮聚集伫圣殿内，咱要搁用诗歌、用祈祷来做伙敬拜上帝。这是咱按照咱的心，互上帝的灵踮伫咱的心内，互咱的祈祷，互咱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来荣耀上帝。诗篇95篇第1节到第3节讲：来啊，咱就向耶和华唱新的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来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是赢过拢总的上帝。伊要赐予咱有格外的活命甲生命。咱即时做伙来唱这条歌，主耶和华是满有怜悯甲恩典的。主耶和华满有怜悯甲恩典，我可伫你心骨内面，当我头，一暝虽然有天哭，哭命要欢喜快乐。你在的宝座，最好个永远，虽大最患难，我坚定仰望你。你在的宝座，听我求叫的声，予我宁静永有过我的生命。你在的宝座，最好到永远，虽大最患难，我坚定仰望你。你在的宝座，听我求叫的声，予我宁静永有过我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甲恩典，我可伫你心骨内面，当我头，一暝虽然有天哭，透早要欢喜快乐。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满有怜悯甲恩典，我可伫你心骨内面，当我头，一暝虽然有天哭，透早要欢喜快乐。你在的宝座，最好到永远，虽大最患难，我坚定仰望你。你在的宝座，听我求叫的声，予我宁静永有过我的生命。你在的宝座，最好到永远，虽大最患难，我坚定仰望你。你在的宝座，听我求叫的声，予我宁静永有过我的生命。主耶稣，求你这时，你的话语交阮同在，你将祈祷的灵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当阮需要你的时阵，求你将你的话语显明伫阮的心内。这是咱为着咱几项的事来代祷，咱为着咱福强教会来祈祷，
咱要迎接47周年的周年庆。感谢上帝的带领，阮伫47年来，拢有主满满恩典，甲咱同在。求上帝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用一个较无上帝的话语来较无上帝。咱来为着咱教会整体牧区的团队来向上帝来恳求，互咱真做一个服侍团队来高举主的名的教会。咱为着这项事，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委身伫团契服侍，求主允许阮的牧师中集同工牧区团契，互阮拢有属天的恩赐，合一的灵，认同意向，同心祈祷，互阮当彼主的内面彼此扶持，互相倚靠，来彼此朋友。这个时阵，咱为着咱教会的青年事工，主讲。青年世代是教会未来的根基，咱来为着咱教会青少年，因互因有一个较无的心来追求上帝。咱来为着咱教会儿童事工主日学来向上帝来恳求，互这个老师会当投入伫儿童事工教育的顶面。咱来为着主日学7月份的夏令营队营会。向上帝来恳求，互这个囝，因为进入了营会，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互因会当伫年纪轻轻的时，就当认捌上帝。咱为了这两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主啊，今日是青年世代。青年世代是教会未来根基，求主你来保守阮青少年世代，互因的眼目能定睛伫上帝的顶面，求上帝你来带领因的生命，带领因念着因火热的心来服侍主，引出因头前的道路，无论因的工作、因的婚姻家庭，主你所为备办的拢是上好。教起来，主啊，伫因的思想甲行为顶面，求上帝你来教导因，来引带因，来合出你的心意。主耶稣讲，唔当禁止囡仔来亲近我。主耶稣搁一遍的兴起主日学老师来委身，伫主日学教育的顶面，教着细囝。行为行伫主正直的道路，一生无偏离。主啊，你呼召
阮的青年牧师、随便牧师，主你拢有你美好的旨意甲同在，今要来承接青年事工的使命，要伫遮来领受恩膏，诚心服侍，富强青年的世代，是要互主来大大来使用。主啊，青年的世代要来大大兴起。这时阵，咱也为着咱教会每一个人家庭的各种关系、夫妻、亲子，咱的职场，咱的卫生的亲人，咱也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的经济来源，虽然大环境有真济的挑战，不过咱有主人瓦靠，咱相信只要咱交通，主动一定要为咱陪伴。咱为着咱教会软弱的肢体来向上帝来恳求，你也是知伊的名，你着为着伊来提名，求上帝，互因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这是咱为着这三项事向上帝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香味，来引带因早日入来捌上帝。愿主要所你的听，互阮伫听顶面三结连，互阮每一个家庭、夫妻、亲子的，拢有和睦的关系。伫阮的职场顶面，互阮甲顶司同事。拢有好的互动，人甲人之间拢有契合的关系。主上帝是丰盛满满的供应。伫阮长期来有真济的挑战，伫阮的工作顶面，互阮有真济的磨练。主啊，求你互阮有责任来信任，互阮的财务突破，互阮伫经济上拢有。稳定，愿主你来祝福阮，互阮手所做的工，伫阮的职场顶面来荣耀上帝你。主啊，我要为着阮教会病痛兄弟姊妹向上帝来恳求。主啊，无论是治疗顶悬，还是伫静养顶悬，主啊，你一直就要输落伫因的顶面，等因在找找好的医疗的时阵，求上帝你来引带因，互因看见头前的路，互因无软质、软质，互因伫医治的顶面有主来相陪伴。主啊，你是医治大能的上帝，你是医治病痛的上帝，你也是讨北心灵的上帝。除去阮所有的骄巧，来对上帝遐领受完全的医治甲平安。虽然有
上帝来恳求，求上帝来带领咱的兄弟姊妹，无论外口天气会炎热，还是落雨，互因无阻挡，会当进入圣殿内，甲咱做伙敬拜。咱为着咱教会，为着咱的牧者、牧师，伊若今日要所讲的信息，向上帝来恳求，互牧师有好的精神。咱也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无论伫每一个角落，拢有上帝的呼召，互阮伫遮来服侍。求上帝帮助咱的所有服侍者，的服侍拢得到主的充满。咱为着咱今日所有的会友。让谦卑来领受教导，向上帝来恳求。咱为了这项三项事，向上帝来恳求。主啊，所阮搁一遍，将阮今日做的推到到尾，求上帝你来掌管。主啊，阮依爱你来进入阮每一个人心，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灵。主啊，互阮伫今仔日要伫遮白白来领受上帝大海祝福甲恩膏，互阮每一工拢有上帝同在。主啊，这是阮也为着阮牧者和牧师，求上帝你圣神引带来高我，互牧师今日有好的精神甲体力，互伊所讲的信息。是充满力量甲祝福，阮也要较无有安静的力量来领受，互阮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同工，无论伫每一个角落，拢要有上帝美好的同在。主啊，阮以爱同心服侍，求主你互阮有服侍心，喜乐的泉源要一遍来充满阮，拄起阮所有的搅扰。互阮会当伫遮专心来敬拜上帝，谦卑来领受，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牧师的分享，互阮灵心得到开力。主啊，我们献上阮的感谢甲乐乐。主啊，你已经设立宝座，救主耶稣已经降临伫阮的当中。主啊，求你将喜乐的灵、生命活水，搁一遍来高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我们将医治、将逃放、受所捆绑的心灵来夺去。主，愿阮所献上的每一个祈祷，恳求主你欢喜来接纳。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邀请兄弟姊妹，咱对咱的座位来起立，咱做伙来唱《以这的宝座最后到永远》。主是咱的大君王，这是咱要做伙一起来应邀咱的主，哈利路亚。
归给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今早你要伫遮做新的事，我要将主的代志，我要交代予上帝你。主啊，求你伫阮的内面，我们成做一个新创造人。主啊，即时求你开阮的眼界。 为观众接所到大海亲人，上帝遐伊要唱一首新歌，上帝伊要做新事，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你的道来面路变正做新。 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航行，航行，荣耀的主，愿你进来，天要。 上帝国度荣耀彰显，全地拢要航航航
主开咱的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主啊，主，我们现在靠无你。 圣诗181首，同心而乐天父。同心而乐天父，主怜我兄弟，他靠怜悯无穷无尽，对天对人，而乐耶稣主名，兄弟共心的家，共乐天。
利路亚！阿乐三位一体，至尊、至权、至大，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世间人、人类一切的活命的主。阮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来甲创造天地主来见面。这是阮何等大的恩典甲祝福！主啊，这时，互阮大家身心灵拢幸福，拢安息伫主你的面前，听主你的话，领受你的启示，也领受你的心意。互阮对基督中、对诗歌顶面、对主你的圣经的话语，得到满满天顶来的恩典甲启示。这是上帝百姓上大美好的时刻。愿阮的敬拜阿乐拢归伫你。每一个兄弟姊妹用诚实、用信心、用脚步来到你面前的，也同款得到主你的恩典甲疼。感谢你，互阮成做富强教会一份子。阮要同心阿乐敬拜，是逐个人拢有份的，逐个人拢出声阿乐的，逐个人拢对心底出声来祈祷的。愿主你的平安到阮伫底，愿今日敬拜，逐个人拢白白领受到智慧甲开达。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我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因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启用，这是咱献开周报坐11啊，启用文14篇，我来启回上来意。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日邦哗哗吼，日光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纸巾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这是咱三角来祈祷。主啊，你是掌管万物的主，你是至尊至圣全能的爸。阮满心感谢阿乐你，伫今仔日圣主日，搁一摆，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吟诗敬拜，感谢你听阮众人，因为主，你看阮每一人诚做宝贝，你疼惜阮每一位。伫过去的日子，阮常常得罪你，离开你。主啊，求你赦免阮。阮有得罪人的，互人会当宽容原谅阮，阮也要宽容别人。
对阮的过犯。恳求主赐了基督的圣神的灵，高我阮成做一个爱基督、爱亲近你的人。恳求你接近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心独独来渴慕听候你，专心来听你，日日过着敬虔的生活。我靠圣神成做刚强壮胆、有信心、有能力的人，互阮常常甲你连结。活出公义、和平、正直、温柔、良善、仁美、疗恤、谦卑、忍耐、喜乐的生命款式。阮无人知影未来的境遇会怎样，啊，毋过阮知主你掌管阮每一人的未来。求主赐阮智慧的心，互阮对主你遐领受异象，拄起心中的疗愈，完全倚靠你的带领，互阮今仔日开始明白，上帝你伫阮每一人身上拢有得胜的计划，活出上帝你命定，过一个无共款的人生，想使阮有健康佮丰盛的属灵生命。慈悲仁爱天父上帝，阮也要为着教会中肢体欠安、心灵软弱的会友来祈祷，恳求主你施了怜悯医治伫因的身上，赐了智慧帮助因渡过难关。伫经济有困难的，你嘛成做因的气力，互因经过种种的挑战，伫主的听内面得胜过我。即时恳求主，你的圣神教阮三角地者，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互牧师今仔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甲圣神同行的使命，成做阮的气力，丰富阮的生命，成做正兄弟姊妹信仰甲生活顶面的属灵美牛。通过信息的启示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甲疼痛，阮安尼甘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耶稣叫你我，你的心多领导的心。耶稣叫你我，你的心多领导的心。恭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两位。第一位伫以弗所书第1章13节到14节，第二位伫罗马书第8章9节到11节。即时我来强读以弗所书1章13节到14节。通过基督，你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就是迄个互恁得救的福音。迄时恁有信。上帝就赐恁所应允的信心，甲恁勘印证明，恁属伊。圣神保证咱通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家业，直到互属伊的人得到完全的自由，通上赞伊的荣耀。罗马书第8章9节到11节。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人嘛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基督若点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因为恁一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死人中个活，这个神若点伫恁内面，这位互基督对死人中个活的上帝，会通过点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献诗，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要献诗的曲目是全能的主上帝。献诗煞，咱请本堂主任牧师来讲道。
今仔要传讲的信息是甲圣神同行的使命。感谢主，愿用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上帝。今日姊妹大家平安。咱已经进入到6月，是天气炎热的日子，是有风台落雨的时间。咱求主保守，互咱大家拢有主来平安，甲主的恩典。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先来做祈祷。天父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福分。互阮伫这个时刻做伙来伫你面前敬拜，因为上帝你互阮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阮常常都爱安静
来默想、来思考，阮甲主的关系，阮对你的信，毋只敢若是一个名义上的名称，是阮的生命甲主相结连，享受着主你创造阮人类上美好的特质，主你互阮生活生命的品质。愿你通过你的话来，互阮得到美好的学习。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续接伫顶礼拜咱三甲思考的同一个主题，就是甲圣神相同行的生命。顶礼拜咱因为有圣餐，有其他的节目，所以咱行了讲了无完整所以咱甲分做两个段落，做伙来学习。今日咱有读两位的圣经节，小等下咱会做伙通过这圣经节，搁一遍来做复习咱今日读的两段经文呢，有一个重要的迄个焦点，就是讲基督徒咱信主耶稣基督，你得救的印记，到底什么是你信耶稣的一个凭据？是你拢来礼拜堂，就是信耶稣是毋是？还是你开嘴合嘴讲主耶稣哈利路亚阿门，你就是毋是？咱会记伫顶礼拜，咱三甲分享主的话。看见保罗伫即个到伫即个以弗所的所在，伫遐来问遮的约翰的学生咱顶礼拜还有印象，问讲恁洗礼的时阵，你信主的时阵，有领受着圣神无？安尼。今日即段经文，佮线接互咱看见，是安怎有领受圣神是遐尼宝贵、遐尼重要。圣经拄则咱读的以弗所书1章13到14咱佮来复习一遍。伊讲，通过基督，恁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就是迄个互恁得救的福音。通过基督，你就即个真理，即个是得救的福音。遮拢真好拢佮续接伊讲，迄时恁有信，上帝就赐恁什么？赐恁应允的圣神。安尼必须一个互相的连结。我信，到底什么款是我信的记号呢？伊讲，上帝要赐你应允的圣神，互恁什么？互恁勘验证明恁属伊安尼。少年的会友可能就慢慢较无感觉着，但是即阵咱台湾嘛足重视啦你的印信足重要，对无特别来办遐有财产的，也是银行户你无迄粒印煞领钱领袂着啦，对毋对？所以印信的意思就真清楚。即个印一个嵌落，就是证明这是真的，这是有的。你的财产毋通印死过摕互人，到尾你的房地产托对别人的。顶礼拜发生个真严重的案件一个大师甲一个少年囡仔甲带去讲要办煞办理结婚去啦，办2点钟煞跋落去楼骹死啊！你会看起讲，哇，迄个印信何等的重要，你袂使随便交别人咧，爱有信用才会使。有时愈亲近的人若无细字煞愈害你害愈大，敢毋是？真侪。咱的艰苦的事拢伫遐发生那信主耶稣，你无问捌偌侪知识，你圣经读偌侪，保罗强调讲，你有信，有得救的福音，上帝要赐你圣神。问题伫遮，到底上帝赐你圣神这个印记到底伫倒位啦？身躯对头垂到尾，到底印记伫倒位？这是咱基督徒足重要要思考的事啦。这段话有2个真重要的假释，讲咱听见真理的信息，得救的福音来信主。先对听到道理，听到人传福音，听到咱咧幸福小组，听到咱咧福音地会，听到咱伫小组内底招人，你来听，也是讲真侪兄弟头一个接触教会。是甚物呢？就是头前的敬拜赞美。真侪人
无缘无故吼，迄个卡拉 OK 毋知唱几千条啊，但是一来教会，一个听到敬拜团咧带敬拜，目屎就流落来，这什么意思？因为你领受到这个圣神的开展，所以咱领受到这个信息，你开始有感动，上帝就是赐了伊所应允的圣神，做归属伊的印记啦。用圣神做印就对，圣神看袂到，无亲像你厝里迄粒印鉴，你啊保存好好势。圣神是安尼看袂到、摸袂到的，但是伫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有上帝圣神做印记无？这是基督徒一个足重要、一个基本的标准。咱搁看这个圣神咧做甚物？讲圣神保证咱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基业。拄则咱拄啊讲迄个社会事件吼，哇！你的房地产遐济啊，但是无保证是你变你的咧，人甲你陷害吼，哇！人也无命也无啊，连基业嘛无。圣神要甲咱保证，圣神这个印记是100%确信的，要互咱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基业。然后讲直到互属伊的人得到完全的自由，阁会当学了伊的荣耀。这话拢有一个顺序就对啦。你承接基业得自由，你就欢喜学了主的荣耀。所以咱人看起讲，这段经文互咱第三个教导是讲，圣神保证咱要承受上帝应允，保证你的基业。袂去互人抢去，袂通甲你暗藏去，袂通暗中甲你登记去。台湾的诈骗已经是世界级的啊！别项毋熬熬一步，实在是互你防不胜防就对啦。迄就是若要讲是邪灵的开力，甲你保证一个怎变异的就对。你即位，咱有即个圣神做印记，是要保证。你的基业，这个基业应允意思是毋是干那肉属咱所讲的这个属肉体物质的基业啦？迄个属灵的天国的基业，你爱得有着。而且自由就是你的生命无搁再互罪所束缚呢，无搁再互苦楚来影响着你呢。你会当伫上帝的面前自由来去，无搁再互罪这无好的习惯。遐无好的生命的迄个污染来影响你，然后即款的人，若真正有圣神做印记的，就是一个懊恼的人啊！懊恼的人是艰苦、艰难、白痛，伊愿懊恼，伊知影伫主的内面，我绝对无丧失；伫主的内面，我绝对有平安；伫主的内面，我有胜利。兄弟姊妹，这是以弗所书所予咱一个真明确用圣神做中心，因为咱现代的基督徒，伊经过上帝创造，经过耶稣基督这个道家肉体救赎过来，这20世纪以来，拢是圣神运转的世纪。耶稣赏赐圣神，伫五旬节圣神降临，五旬节这个教会的生日开始。圣神就一直在运转，对早期到今仔日。兄弟姊妹，咱人看起讲咱爱读的这节经节啦，《罗马书》8章，《罗马书》8章9节到11节，特别是第9节，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因为伊甲圣神的属性完全拢讲清楚所以我咧邀请讲，咱除了这个月爱背经节以外，这节咱搁加甲背起来。这才是第8章的第9节，我要请咱兄弟搁细声来读一遍好无？这段经文足奇妙预备来。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咱注意看到伊标示出来，这无共色的甲三位体的上帝拢。伫一节中间拢甲标明出来，伊讲有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恁就是属圣神，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你表示什么？
圣神就是上帝嘛，上帝就是圣神，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圣神嘛。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毋免阁有较早迄一寡教义上，也是较早传统的道理讲，我甲上帝祈祷吼，甲耶稣祈祷，甲圣神祈祷吼，到底有啥物对甲毋对？是在伫你家己本身全然的信靠。因为即个圣经节表示讲，上帝的神就是圣神，圣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耶稣基督的神是上帝的神啊。伫即个经节内面，完全拢包括在内，都毋免阁互咱伫遐去想无吼，想无即个奥妙啦、奥秘啦吼。咱若注意看即个中文的圣经内底，伊甲标示出来吼，讲若论到恁，既然第一上帝的灵踮伫恁内面，恁就生活无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啥物圣神的管束。过来咧，就是无基督的灵人就无属基督吼。所以甲即三项拢完全拢表示在内，用点伫恁的内面啦吼，即个空格的字无标红色出来吼，特别是有甲即个三位一体的灵拢甲标示出来，但是后壁的文字就是咧表示上帝有点伫恁内面，有圣神的管束，过来就是若无有基督的灵就无属基督。所以第八章第9节罗马书咱若是要解说圣神，你读即节好听就对啊，读即节听就安尼道理拢明显啊，就是答案拢清楚啊吼。佫续接的第10节，伊讲基督若点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心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期的关系啦吼。即个经节伊写的意思，咱简单来做一个解释，是讲上帝灵要互咱活，无受罪的束缚的死，肉体的死所束缚，而且互咱成做义人就对吼，互咱成做义人，因为表示讲。咱即个有罪的身躯，因有耶稣基督伫咱内面，伊遮个意思讲，耶稣基督伫咱即个罪的身躯内底，伫内底，虽然咱的身躯因为罪来死啦，毋过上帝的神佫出来啊上帝的神要互咱活，耶稣基督的神，耶稣基督伫咱内面，上帝的神要互咱活，因为恁表示你甲上帝关系足亲密的。毋是安尼三天地外有时讲一句安尼若听，根本甲上帝无关系，甲圣神无关系。因为你有合意的关系，就是足亲密的关系嘛。比方一对翁仔某有合意的关系，什么意思？也无咧斗阵，也无做伙生活，安尼是有啥物合意的关系，对毋对？咱做父母的甲囝儿兄弟姊妹有合意的关系，就表示大家迄个亲情非常的亲密嘛。所以。上帝互咱成做义人，迄就表示讲，咱甲主已经有建立一个伊甲咱拄则讲的迄个印证，圣神的勘验已经互咱知影，咱有罪，毋过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甲咱赎回，所以咱有即个福气成做义人，毋是咱自义是上帝要互咱成做义人，因为圣神伫咱内底，所以。若要讲较进一步讲，是讲你是毋是成做义人？就是圣神有伫你内面，有改变你，有甲你迄个有罪的思想、有罪的行罪、有罪做无好的，拢对伊身躯刷过。然后11节安尼讲，上帝神有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啊，即个神若点伫恁内面，即位互基督对世人中国我的上帝，会通过点伫你内面的圣神，互恁为死的身躯得着我。这经文台语的，咱搁读一两遍才会小可了解伊的意思。但是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安尼啦。上帝要照着带伫咱内面的圣神。拄则咱有讲，咱原来即个属罪的肉体是死的身份但是因为有圣神点伫咱内底，甲迄个生命赏赐互咱会朽烂的身躯变做一个荣耀的体。咱是何等的福分？因为这段经文，咱搁看这段经文，耶稣会告我
就是这个圣神伫主耶稣内底，对无？互耶稣过我的神，这个赢过死实的关系的神，也定共款踮伫咱内面，踮伫咱内面，咱嘛共款要领受这个过我。意思是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甲大权能，要因为你的信圣神伫你的内面，互你甲耶稣共款领受到这个对死过活、这个灵魂的活命的祝福。啊，这是何等水的假释啦吼！上帝要照着踮伫咱内面的圣神，甲生命赐予咱。啊，所以咱这2礼拜一直咧讲到圣神，那你的理解，我想无困难啦，无困难。啊，但是因为咱人吼，都是有咱时空的限制，敢毋是吼？你今日坐伫咱的教会4楼遮，你都无伫恁兜啊。啊，恁兜吼，你来烦恼讲啊，恁兜到底甲事关有好无？你若无叫人去看，你家己看袂着，啊，无你用监视器安尼。啊，这是咱叫做时空的限制，吼。现代科技可能会帮忙你小看啦。啊，所以圣神因为要互世间人更较明确知影伊的显明，伫历史的中间，伫圣经的中间有真多的样式。啊，以前牧师伫即个有关圣神的工地嘛捌分享过。啊，我要搁一个简单的复习啦吼，就是圣经中圣神同工的显现的模式。咱有一个印象讲，伫民数记的所在有记载讲，有风对耶和华出，圣神亲像风吹过来。伊安怎写呢？以色列百姓出来去的时阵，因为欠缺食米啦，对上帝安尼埋怨，定定埋怨，定熬念，啊，都啦无所不记念就对啦，啊，都人啦恶脏吼，什么歹话拢讲会出来，啊，所以你若当心情咧歹的时阵吼，较少讲话，迄讲的拢无好话就对啦，啊，迄话吼足伤杀的，啊，所以吼，就讲圣神啊，我的喙齿小可绑一个，毋通伤讲安尼。因人若埋怨的时阵吼，拢讲负面的话，拢讲有毒水的话就对啦，毒话就对啦吼。啊，因对上帝埋怨，啊，佮怀念埃及的日子吼，怀念埃及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故事讲起着摩西选70个长老嘛，圣经讲上帝灵停伫因的身上，因会受感动讲话。所以伫摩西的时代，上帝灵在咧运转啊，也毋是讲到圣神降临啦。所以，这个长老因为有圣神的同在，因就真一个有属灵的权柄。啊，伫迄个旷野的百姓安尼欠缺食米，咱知后来有玛纳是一个代表对吧？吼，但是另外一个小事是遮呢，圣经在记载哦，讲上帝灵显示异象，讲拄则讲有风吹啦。上主互风吹起来，讲规群的即个烟吞啊，吼鹌鹑啊，吼迄差不多像迄粉鸟啊，迄种大只大细只呢，对海象飞过来。哦，咱知影讲即个烟吞的卵甲肉真有营养的价值吼，有人甲伊号做烟吞是亲像动物的人参共款吼。啊，这是即个一种。啊，烟吞的这个图啦吼，啊，这是圣经伫出来记的时阵就记载啊，记载讲上帝风吹来，啊吼，才看会到、食会到的烟春肉，诚做以色列百姓营养的补给吼。啊，摩西选这长老，上帝有圣神伫因身上，互因下当做美好的见证。来做感动的话吼。第二位，咱看见讲约珥书内底，讲上主宣告以后，我要甲我的灵饼互每一位啦吼。先知约珥的预言，伊讲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有肉体。你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你的老人要得到面望，你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这是伫先知的时代啊吼。先知的时代啊，到到后壁面啊，上帝讲要甲伊的神降落伫有肉体，啊，然后查某囝有先知的话语，连老人拢会
做异象的梦哦吼，少年人要看异象，表示任何人对老到少年囝甲查某囝，若有圣神的临到，咱即个平凡的肉体，要为主做美好的工，要看见异象，要看见上帝的祝福。讲伫遐个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鲁比吼，这是伫用尼书内底所记载。佮另外一个真出名的即个记载，就是伫列王记的所在19章90到13节，上帝的灵用各种方式向以利亚来显现啦。即个故事咱检采细汉拢有听过，即个故事就是即个亚哈王的时代，即个当时的王后亚瑟别是非常非常的恶疾着对。因为伊拜偶像，伊是外邦人，拜偶像拜巴力、阿瑟啦，连即个王嘛，互伊拖落水就对啦，所以规个甲上帝放一边，因为迄阵拢对因拜偶像是王国上败坏的时期就对啦，咱则后来以利亚就甲遐先遐拜偶像的遐个先知遐个偶像的先知斗争斗，到最后以利亚处死，甲遮个王后亚瑟别的先知处死了，哇！即个亚瑟别已经挡袂牢已经忍无可忍讲好我规个王国四面拢是我的，我较输一个先知就放声要追杀即个以利亚。迄故事就讲到讲，以利亚原来是上成功的时阵，因为安尼遐侪人拍死伊一个因为伊有圣神的同在无拍算煞。当亚瑟别要追杀的时阵，伊人绝规个拢崩溃去伊好像讲孤立无援所以就夺命就对啦。故事记载讲，以利亚逃走到旷野，坐伫一丛罗丁树骹，现代话是讲杜松树啦讲甲上帝求死就对啦。这是迄杜松树圣经记载到遮，伊讲以利亚佫行40暝日，逃走到西奈山，就是何烈山的山洞尾起来，精疲力尽心情足郁卒的就对啦。一个成功的人无偌久以前，咱咧庆祝伊的成功，伊的辉煌，无拍算，迄个恶势力一个反扑的时阵规个拢放弃，因为迄个时阵伊无搁再好好细致伫骄傲中间，无搁靠圣神的规律，显然伊已经无有上帝的应允，互伊迄个气力继续拼斗，伊用人的骄傲所占着当上时的成功。所以变做伊等于伊无圣神同在，就变做一个平凡人若要讲手无寸铁遐暗杀的人，遐武士迄一个都有法力所以无怪伊会逃走毋过伫即个状况的中间，上帝灵恩显现这是何烈山的相片啦圣经记载安尼写，讲列王记19章第90到13节，讲上帝灵用各种的方式以利亚来显现。上帝经过讲招来烈风，互山崩地裂咧。而且伊才有写记讲上帝互地动，上帝互地动了有火，上帝伫火以后，佫有发出轻微温柔的声。我分享这经节是要互咱兄弟姊妹讲，哇，原来圣神伫逐个世代伊显露的方式拢无同，为的目的就是要互你知影讲，你看会到，你感受会到。你五官会感受到的圣神拢捌显现过。过来较熟的，就是咱五旬节的时代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第8节，耶稣吩咐门徒讲，伫耶路撒冷爱听候上帝应允。伊要像以前耶稣应允讲，圣神要临到门徒，就会充满能力，然后伫普世为主做见证。这嘛是搁一遍来见证耶稣基督上天了后圣神的时代、运作的时代。所以咱看见。迄个圣神降临者的迄个现象，就是2章2节，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甲迄个旧约的时代，有风对海面吹来，有烟吞入来，拢共类似的记载呢。2章4节，圣神充满伫门徒的身上，因就照着圣神所赐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语言。毋是讲字音是讲外国话
像你现在安尼讲台语，突然间你要讲客家话吼，要讲原住民话，迄足奇妙的吼。你也无翻译机就是直接你会晓讲这，这是圣神的开力。所以用这个显露来讲，用这句话来做一个表达啦吼。讲上帝因为咱人类感官甲知觉领受有限啦吼。我都有讲，你现在伫教会咧做礼拜，你就无伫你的厝嘛。吼，但是咧，圣神透过人习惯的方式来证明伊的规律。咱习惯的方式就是讲，我目睭看会到，鼻会到，经验会到，我的肉体伫即个三度空间感受会到的，亲像咱对头前遐看到的风啦、火啦、春雨啦、高油啦，这等等。好，遐尼即位，咱要认捌圣神，伫理解上无问题。我想你甲我拢共款一个疑问，还是讲共款一个需要，讲安尼我是要来甲圣神做伙生活？我知但是要甲圣神做伙同行吼，这是咱今仔日主题，也是即个结尾重要的结论啦吼。我先介绍一本册吼，这本册有一个最近真出名的，即个灵修的即个师傅的对，也是讲一个牧师，伊讲即个叫做大卫·赫兰德斯，伊写一本册讲甲圣神做朋友的生活。安尼伊是甲圣神的同在吼，写甲安尼真生活化吼，足生活化。即个赫兰德斯伊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嘛是布道家，搁一个异地侍奉者、作家、甲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啦吼，是一个真少年吼，一个新的一代的青年的布道家安尼。伊写一本册叫做《甲圣神为友的生活》吼。内面有几样教导，你看就知影原来即个甲圣神吼，安尼做伙毋是遐尔安尼三天地外，也是讲安尼高高在上讲距离好遥远袂啦，吼。即重要的教导就是起头就是即则圣经，咱顶礼拜所读的《约翰福音》4章16节，就是讲耶稣应允伊袂留互你家己孤单面对人生啦。即个咱基督徒绝对爱，当你安尼足郁卒、足野线、足乱足的时，你也想讲耶稣讲圣事圣神话，我是安怎？我是安家己一个安尼忧头甲面的，我是家己怨叹家己的。伊要应允圣神互你无互你家己一个孤单无伴面对人生伊讲要应允一个可亲又有能力的帮助者，足可亲近，而且是有气力的帮助者，就是圣神。这是伊用现代话所描述4章16节，约翰福音4章16节这段经文吼。拄则我有讲，咱伫圣神侪的显露的中间，上重要迄个关键，就是讲，因为咱都爱靠圣神，有时体贴咱，所以用咱感觉会到的、看会到、经历会到的，包括讲方言对吧？吼，这个是要互你即个肉体的身躯印证，但是若无显露这个，顺要安怎？这是咱所面对的一个信仰上的困难，就是伫上帝甲咱中间唯一的距离啦，就是咱对伊的临在无感觉。吼，这点我想是你我大家人共同的。当你心事操烦心事无讲啥人知的时阵，你若无感觉到圣神的同在，你就会孤单嘛。你烦恼甲忧闷，因为你要甲求上帝求无我记得咱进前嘛有咱的兄弟咧见证见证讲好像上帝无咧听我讲好像是上帝甲我离开足远的就对啦。所以基督徒上重要一个门槛，就是你要参觉上帝甲你做伙，圣神甲你做伙。这是基督徒一个基本功啦。这个基本功若无跳过来，你读圣经无滋味。所以定定人咧讲你要爱，你若困袂去圣经读咧就困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若无圣神同在，圣经煞变做你的重担，敢毋是？这个事拢是互咱一个操练讲，我要安怎感受到圣神的同在。过来，
就是你甲圣神的友谊，要带互你所需要一切，爱听圣神的话，啊，轻声细细的话，你必须要挖近啦，你要靠近，你要跟圣灵走得很近啦，走得很近。过来，若是你甲圣神挖近，甲伊做朋友，你就会愈来愈听会到，更较亲密来认捌上帝，更较亲密来认捌上帝。然后，因为你亲密来认捌主，你会对伊的声音有信心，满怀着这个疼，踮伫伊的性格的内面，你会带着能力，行伫伊的新约大能的中间。这本册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意思是耶稣应允圣神，你我拢有。第二，你会甲圣神有距离，是你无察觉到，你无去敏锐去察觉到圣神的同在。第三，圣神毋是高高在上，好像一个足威严的主人，伊是你的朋友。所以若是安尼，最后牧师要甲咱建议有几项生活上的需要，你会晓运用，你就知影讲圣神甲你是足亲近的。咱免讲你咧读册你咧做研究，你伫生活上种种的事，你常常心内拢有讲圣神求你甲我同行，圣神我需要你，圣神啊帮助我。我会记得我谢牧师伫进前有捌几啊摆拢去韩国访问啦吼，韩国访问有时是牧者的访问吼，阮会有因外国就是韩国的在地的同工啦，也是牧师开因的车载阮吼。阮一个上车的时阵吼，要开车进前，人迄个司机吼，无想讲行，咱要出发啦，伊先甲手放伫迄个handle路顶悬，卡压落，一个短短的祈祷。我甲问讲，这祈祷啥物？讲圣神啊，我要出发，求你甲我相同行。我咧讲，甲圣神同行的生命，你就是你生活上简单的事来开做起啦。你每一遍要开车的时阵，无差到迄2分钟，看伫你的方向盘讲圣神啊，请你甲我相同行。这辆车咱保养得真好，这辆车咱是迄个出名的车厂出产的，迄拢是对互你有信心。但是上路车咧震动，就无一定甲这辆车好歹有关系啊，是甲开车的人有关系，敢毋是？所以你讲圣神啊，求你甲我相同行。之前捌讲过一句，有人听过一个笑话啦吼，讲一个少年囡仔，当开始会晓学着机车牌，是阿嬷足疼的，阿嬷买一只新的迄个奥拓牌互伊安尼，专工搁去庙呢吼，去请一个迄个平安符甲挂在迄个机车的龙头顶悬咯。迄个囡仔当学开车足欢喜的，对毋对？就出去就开始少年人嘛，骑车骑足紧就对啦，呼叫就对啦。骑无几摆就去弄着迄个车迄个壁弄规只车破糊糊安尼。这车破报销去安尼，转来就甲伊阿嬷骂念啦，讲阿嬷你请迄个平安符也无效啦。害我弄了，这车无菜去啊！吼，迄阿嬷就甲伊讲：你骑骑几公里啊？我骑110啦！阿嬷甲应一句讲吼，迄马祖速度才100尔，你啥110？对袂着啦，对袂着。这是一个讽刺的笑话，互咱知影讲吼，你什物平安符一大堆你无要好好开车，无要照交通规则，你较厚嘛无效。但是咱有一个感想，有诶世间人要求这平安符，3岁大家要保平安，对毋对？这个马祖对伊袂着。但是咱诶圣神毋是，圣神是甲你同行诶。当然你毋是条工要用危险。用遐个风险冒险来试圣神有要救你无？毋是，是你随时感受到圣神的同在，毋是靠迄个平安符。今仔日若要讲一项，就是讲
咱逐个人已经手机不离身啊，因为咱已经毋是用靠手机咧敲电话啊，敢毋是？手机是你随身的秘书啦，对毋对？你要去食一个好食的迄个在地美食你家己落去，伊就甲你带到，真正是随身秘书跟指导，伫生活上足方便。但是请会记哩，这个手机袂当做你生命的秘书啦。咱的圣神才是，圣神就是你生命的秘书，随时互你得到帮助。所以你甲伊愈亲近，当你咧思考一件事，当你要做决定，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会记你圣神伫你身边讲：圣神啊，这搭要安怎？过来面啦，我要讲啥？随时是你，你若甲伊亲近，伊就愈指示你。兄弟姊妹，咱知影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啦，手机拢是全能的吼。有时我有咧想讲，足方便无毋对啦。但是我想讲，若突然间有一日你无手机，拢停电去吼，咱即个生活毋知要怎过，可能煞袂晓生存，你敢知？因为你都讲靠伊啊，有时若停电，冰箱也袂用接，微波炉也袂用接，也无电火，你要哪生活？有时咱咧想到这呢，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阵足侪人拄着困难，就是安尼，因为原来足习惯的迄个科技的生活突然间断去。所以我就想着讲，你靠这外在科技的物件是真好，但是你若完全依赖它，你就有一天你会困难。原住民因较早活伫即个山顶，因敢若两项物件就会当生存啦。两项物件，因为拢是即大自然的生活中间。第一，伊爱身躯扎一支刀，扎一支山刀；佮另外身躯有种拍火石，还是讲会当甲点火。伊去到山那，去遐咧几千公尺的山那去遐规礼拜，有时甚至规个月毋免倒来厝，因为伊有即两项物件，就会当拍蜡，就会当点火煮物件，就当点火来保温，安尼伊就生存会落去啊。现代人因为太依赖，煞逐项拢当无的时阵，我会记有一摆咱台湾嘛停电几日大家毋知要哪过日的。兄弟姊妹，圣神是你随时的帮衬，过着甲圣神同行的生活，毋是遐尼困难啦，是你心心念念随时想着讲，圣神，请你指导我，圣神，请你帮助我。因为即个毋是你有啥物特权，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嘛。上帝应允要互你的，上帝甚至应允讲，圣神伫你内面，互你会享赖的生命要得到我，是上界欠的部分都互你啊。是安怎？咱生活中咱无好好来运用，所以咱有时追求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同在讲方言，这是互你印证你知影讲，真正圣神是伫的。我颠倒是爱伫生活中，伫你的工作中，伫你的生命中，伫你的事业的顶面，伫你开车的时阵，拢有圣神的同在。迄个2年前过身的即个韩国迄个顺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有人家称呼伊是甲圣神同行的属灵的长者。伊逐摆若要侍奉想做一寡重要的事，伊拢会讲出句讲：圣神啊 ，Let's go， 安尼 ，Let's go， 就是讲咱做伙来，毋是干那我靠我家己啦。圣神啊，咱做伙行。我期待咱每一天早起来的时阵，你感谢上帝恩典，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你讲圣神啊，求你甲我相同行。伫今仔日，我活出主你的恩典。愿主，互咱真正过着一个甲圣神同行的生活。咱要来吟一首安尼真下着圣神的即个诗歌就是求主你用圣神来充满我的心求主你用圣神来充满我的心。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第3节就是咱等下上映的时阵才要来唱咱坐咧吟，咱1节甲2节。
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赞我真心感受你是主爱，求主你用我心来，赞我真心感受你这热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第二遍较紧实我第一站，求主你用信心来是阮祝福，求你用信心来是阮祝福，但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如真的可爱，但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是刻感受你是可爱。感谢主，这是由现代的圣诗，互咱经历到讲求圣神充满我的心，互我充满着你的疼有火热的心。也是即位咱一个回应的祈祷，咱逐个人家己开声甲主讲：主啊，你圣神是何等的美妙，是我的好朋友，我要甲圣神相同行。求你教示我，互我亲身经历着圣神的同在，每一日生活伫圣神同在的美好、恩典甲祝福的中间。第二，咱为着教会，咱所咧推动的圣工暑假要到，有侪侪活动要推动，求主互咱各项的事工甲计划，也是课程拢顺序来发展。第三，咱特别请你提名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因为这伫周报内面所印的名单，也是咱家己所认捌的亲人。求主亲自施落恩典、医治甲透棒，圣神的医治临到伫因。也咱为着家己所疼的亲人祈祷，就亲像周报内面所写，即个5项的祝福，亲像顶2礼拜，咱听到贵牧师所予咱的提醒，即个声拢就是逐项拢丰盛，所以即5项的祝福就是身体勇健健康，事业有兴盛，心灵有喜乐，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真美好。还有灵命的成熟，但是即位照你的感动，虽然时间无介长，总是咱照拄则牧师所分享的，你用这事三甲开声做伙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和听他，神甲保守，圣神做工伫阮中间，阮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大大看见上帝你的祝福伫阮中间。主啊，阮求你帮助，互阮时时感受到圣神的同在，阮甲主相同行，圣神甲阮相同行，主你的开力甲阮相同行。主啊，互阮伫困难的时阵，阮焦虑的时阵，烦恼的时阵，孤单的时阵，主，阮确实知影圣神你伫阮中间，圣神要甲阮支持。主啊，阮将教会所推荐热天开始的圣工到培养的事工，求你带领，我来求主保守病痛中的兄弟，每一位上帝你亲自来扶持、来望因、来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我来求主保守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拢领受你5项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你。主啊，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对你的圣经的话，求你感动阮的心，启示阮，互阮知影主你的圣神实在是遮尔亲近，有时阮家己无感觉到的时，求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领受到这个美好圣神的礼物，互阮甲圣神相同行。圣神是阮亲密的好朋友，圣神是阮随身的帮衬，圣神更加是阮的保惠师。主啊，阮需要你，圣神求你降临，求你临在伫每一个欢喜较无助力的兄弟姊妹身上。阮搁一遍将教会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你。主啊，阮所会当做的，就是求圣神你的开力医治临到伫因，互因对主领受到全然的健康。阮也将教会所推动的圣工，阮暑期的事工，阮教会逐项的活动，求你亲自保守，互阮所做的
会当大大影响主你的性命。互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来享受到主你所赏赐5项的祝福。5项的祝福就是小龙的祝福、稳定的祝福。感谢罗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这是咱的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着我无比，我愿意成为奉献你所赏赐，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大声，咱先来背本话金句，掀开周报上尾啊。咱三甲六塔，毋通互主爱诚实离开你，着绑伫你的红棍，刻伫你的心壁。安尼，你要伫上帝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定甲好名声。箴言3章30到40节。这是我的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工，司礼是胡泽豪执事，其他的事奉当工，请大家来注意。请掀开周报第4页，集体交通。本主日6月7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来提醒咱对地球生态的使命，互咱学习负责任甲上帝三角管理世界甲美丽台湾。咱同心为这个事来代祷。第3点，本会新人转召，对昨开始增加拜六的营运，时间是透早9点到下晡5点。请会众会当来使用，邀请亲友也是慕道友前来。第5点，婚礼消息，本会亲人李胜文兄弟，是李永谦长老的二公子，要伫7月7日下晡2点半伫本会举行婚礼，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咱看第6点，本会郑宏阳兄弟甲刘淑敏兄姊妹，也是咱圣歌队队长夫妇的公主郑燕群弟兄，
已经录取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因的第二查囝郑璇姊妹也录取到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班。咱为着这个事来为因三甲来欢喜，上时因拢是伫圣歌队来服侍哦。所以第二点，本会主席安小组长伫6月7到6月14，伫台南5园公会堂展览室举行灵光乍现的油画展，请兄弟姊妹来踊跃来参展。这以上的拢伫圣歌队咧服侍，因伫服侍中间，圣神嘛帮助因有好的能力，咱嘛三甲为因来欢喜。所以你看圣歌队遮侪有优秀的人才吼，相信参加圣歌队会当带互咱的人命更较侪成长。所以嘛欢迎各位兄弟姊妹有兴趣的，咱三甲来参与圣歌队的服侍。咱看第8点其他的消息。本会第2季定期的中级甲首长的联席会议定伫6月18下晡1点半来召开，请与会人员三甲来注意。门道培育事工甲演习会的消息，请咱大家来看。牧区团契的消息，请大家来注意。关怀台岛的事项，咱持续为着下骹的事项来台岛。精神奉献精神的部分，请大家来注意，有出入的请向会计人员来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先来介绍，然后补充事项来报告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就是叫做欧义如是无？欧义如姊妹，楼顶，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是黄桂香姊妹来带领伊来欢迎恁常常来甲阮做真好，大家互相伫遮来聚会来敬拜咱小等的即个圣歌队圣歌队唱祝福的歌了后，咱请留几分钟咱要来做即个6月份的受洗的祝福咱小等要请李理姐李理姐拄好伫个澳洲转来要食个月啦准备。过几日就要搁倒转去倒转去澳洲咱请来分蜡烛来表示来祝福咱小等下请大家配合。那我要做2项的报告，是有关丧礼有关系，咱周报内底有写拄则我有甲咱泽龙执事讲，这我会补充一下咱伫周报内面有真详细写到第4页的所在就是咱本会创会的牧师，就是叫做王忠信牧师。那较后来少年的就较无熟悉啦即个王牧师的家庭对咱富强教会实是创始者，嘛是上大贡献的一部分迄个时代就是伊的妈妈甲爸爸伫即个后生开始做传道，就甲富强教会即个土地，甲建筑的经费做一摆奉献。所以咱富强教会有今仔日的规模甲基础，源起头迄个，咱讲开始迄段就是足宝贵的，上帝通过即个家庭来祝福牧师妈上帝恩典，互伊活101岁啦咱知影伊的阿姐就是2年前过身的即个郭交婉姐，交婉姐是嘛是咱教会百岁的姊妹因为伊最晚年的时拢伫台北地静养啦所以伫因查某囝遐，所以伫顶日过往5月28蒙主温调，要伫拜4早起9点半伫新北市的三峡遐举行即个追思礼拜。因为路草较远啦因家族的墓园嘛是伫咱台南的即个基督教公墓所以要预定大家兄弟注意一下。拜5 6月初9拜5，原来写9点半，即马要改做10点，
要伫台南基督教公墓举行迄个安葬礼拜，啊嘛等于就是来高雄，搁伫台南遮搁办一个追思会，就因为路草较远啦吼。啊，我有听到因的家属有特别咧甲牧师讲，咱兄弟即位若有熟识啊，要去参加吼，欢迎恁吼，小做一个登记吼。啊，特别呢，伊的家族讲，因为平时是王牧师甲咱较熟尔吼。啊，伊的亲人拢无伫咱教会嘛，啊，所以望讲，咱若有要参加，啊，欢迎留落来，甲因做伙食一个便餐啦，中昼，啊，甲咱交陪。啊，我有拜托咱的，我就伫度讲，啊，无咱上无至少嘛招几个啊，同工代表去。啊，所有的兄弟，若是你有熟识要去参加，有两项：第一要参加，啊，但是无要食饭，吼；啊，第二讲，你若欢喜，啊，要甲因家族互动一下。要食饭，有咱登记一下，啊，互因通好准备就对啦。这较特殊啦，普拢是咱教会吼，若有拄着家庭啊、亲人会过往啊，咱主人拢要请牧师啊、遮兄弟讲，大家做伙食这便饭，啊，牧师拢甲伊讲，毋免遐麻烦，恁的家族啊吼，做伙就好，毋免搁互遮的会友吼啊，甲互恁着磨安尼就对。毋过伊即个家庭有较特殊，啊，所以若兄弟你有想要参加吼，参加是一项哦。啊，要搁参加食饭，搁一项，啊，所以你若有需要，啊，你感觉甲即个家庭要一个互动，吼，啊，拜五，即马改10点，啊，伊迄个墓园遐热天足热嘛，所以可能会搭一个棚啊，吼，搭一个遮阳棚，啊，伫遐做礼拜，啊，要请东从林牧师来主持，吼，啊，所以咱较老会友有熟识兄弟，你若要参加，请你甲咱的满足电脑报名嘛好，甲咱中级报名，也是讲伫办公室登记一个，特别你讲我会使参加。食便餐，啊，咱有登记一下吼，啊，这点是较特别。共款，第二项有哪需要咱帮衬啦吼，就是这个顶礼拜拜二呢，啊，就是拜二我接到咱进前的蔡正道牧师敲电话来，讲伊一个会友诶，这个妈妈90几岁啊，啊，算癌末临终啦，啊，伊就决志讲要洗礼，啊，因为遐远路吼。伊就知影讲，咱台南大家足熟，伊讲夏牧师啊，你敢会当代表啊去甲伊临床洗咧？讲好，啊拄啊因的囝儿拢伫台北啊，所以甲我约好拜五讲10点要去台南省立病院来甲洗咧。无敲算早起，就敲电话讲啊，阮妈妈已经安尼像困去，安尼已经离开啊啦吼。啊变做啊洗礼式都无进行，啊毋过感谢主，咱知影讲心。相信，嘴承认都有啊，啊，所以为着伊做啊，这个安息的祈祷，啊，当嘛是当时咱甲接纳的会友就对啦，啊，所以即马吼拜二要举行告别式，煞需要咱会友来帮忙，因为吼牧师有将无兵咧吼，啊，因兜嘛差不多正10个亲人若定，啊，所以我咧征求啦，那咱兄弟你拜二吼，这个拜二就是早起啊，这个。11点，吼，11点可能是第二段的时间，啊，伫即个市立殡仪馆的怀体厅，啊，第一就是讲蔡牧师咧甲咱拜托啊，啊，咱放外嘛歹势啦吼。第二嘛是互牧师拜托，啊，招我兄弟来甲我牧师斗唱歌、斗唱金丝吼，唱伟歌，吼，咱唱条足色的伟歌，啊，然后上无嘛爱10几个吼，啊，若有方便，你欢喜要参加，咱主动。啊，伫迄天吼，咱到11点以前，咱到即个殡仪馆的怀体厅吼，啊，咱甲伤心的人相甲伤心啦，吼，啊，甲哀伤的人相甲哀伤，啊，吼，带来即个家庭有主的安慰甲扶持吼，啊，无输即2项诶，即个丧礼事报告较济，啊，请咱大家三配合啊来，若有要去的，啊，有哪甲干事登记好无吼？有2种哦，种是拜5，种是拜2哦吼。啊，你要参加倒一项？那2项拢要去，更较好啦吼。啊，这是咱关怀的行动，啊，请咱大家配合吼。啊，来，我搁做几项的补充啦吼。头一个是讲，啊，咱真正热天到啊吼，青年要升学毕业的足多。啊，咱头一个消息就看到啊，咱的即个啊，淑敏队长，啊，搁弘扬乡的公主，啊，搁查某囝拢得到好上帝祝福，要搁新的旅程啦吼。看有相关对遮对无？来，郑璇站起来，我甲你鼓励一下。啊，搁即个啊，郑燕勋哈2位啊，真好的模范哦吼，感谢遮济啊，为因祈祷啦吼，正在咧学习中哦吼。
啊，上帝因带因诚做美好上帝的见证啊，做好的工吼。啊，无论出国，无论是要上院的学册安尼吼。佮另外，咱嘛咧恭喜讲咱的谢安左世安小组长，我来照这个图片来讲吼，啊来较袂绕高去。这个是咱这个领袖学校15号就要开学啊吼，啊请赶紧爱小组长来推荐来报名，啊中级推荐来报名，啊才会读过文都学校的赶紧来报名吼，咱伫周报内底有写。佫将是咱主日佬的情绪管理高手夏令营也要开始吼，周报写得真详细，主要是要鼓励小朋友来报名，因为咱人也有限吼，这种各种的无共款的时间吼，佫参这个资料，若有 QR code， 佫来心灵转角，哇，感谢主，昨昏开幕开始的时阵拄落大雨圣灵如春雨降临所以你看咱即马招牌挂落去安尼，即马需要就是咱有人客你看这心灵转角变遐水这是咱的心灵转角的 logo 啦你看昨昏就开始啉咖啡真水的心灵转角无人就无彩咱需要初期会友做基本人客啦，带朋友来坐这是安尼优秀的服侍团队中迄个是咧啉的尔。这咱的服侍团队真用心伫遮来陪伴我想你若有要来，敢若来遐读圣经、食咖啡嘛就好也是抄圣经拜六甲迄时间来到教会一点欢迎咱荣赖执事足用心嘛，佫去观摩观摩人的无共款的即个咖啡厅的经营咱嘛讲后来会当推动。加做一个福音的福音咖啡的事工就对所以毋是讲敢若纯粹讲要加服务一工，是要练兵就对，要练兵来，咱的时安小组长即个展览已经开始昨昏开幕非常的盛况有几张相片是咱美娟老师翕的这是即个无缘公会堂内面真清幽，若讲一个时间去行嘛足水，迄内底花园足水这是因开幕的时阵去参加，咱遮的兄弟，遮同工去甲因祝福我先借花献佛，摕这相片来互大家看，拢画图拢非常的安尼有质感欢迎咱大家来参加。最后我要报告一项，就是讲咱周报内底还佫有写着咱即个大岛的事项啦特别咱6月开始天气炎热请兄弟，咱来用教会，包括咱家庭啦用电即马加足贵6月开始就用电价不一样所以请咱大家来节约用电，特别咱教会若遐冷气啦电风啦电费啦，咱所有的同工大家配合来甲伊好好处理互伊真顺遂关灯关冷气安尼互咱教会的运转真顺遂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咱来结束，然后来做庆圣会。上迎会众请起立，来唱每遍的诗歌。咱请牧师来祝祷。撒迦利亚兄弟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夫妻引带帮赞，甲众大家时刻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阿
咱请这麦岛来避讳。愿主赐福咱，咱即时要来祝福6月份的受请有80几位伫咱的名单内底，咱请6月份的受请，请恁徛起来，阮甲恁祝福，好无？啊，咱就请李姐准备吼，来咱唱生日快乐歌，来，请徛起来，免客气哦吼。台语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搁一遍，英语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咱请丽丽姐来分蜡烛，来，1、2、3，来，好拍拍啊，拍拍！咱来为着受请来做祝福，为啥来做祝福？主我哋上帝感谢你。6月是一个温暖的日子，阮为着这个受请献上感谢，这个兄弟姊妹，无论细囝还是长辈、青年，因是上帝恩典的囝儿，求你互因有圣心的同在，逐日拢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款式。生命中因为圣心的同在、圣心的帮助，就更加丰富，伫人生诚做见证主。你的温度，也伫事业、工作、健康有上帝满满的祝福。伫你面前，用你的名来祝福因，也带领阮兄弟姊妹礼拜煞要倒转的路站，拢平安，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按伫你的面前，安尼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伫咱离开以前报告一个，咱的这个台南新生命的教会的。洪牧师吼来伫咱中间参加礼拜，来拍拍欢迎一下洪牧师，咱草屯人吼，哇，伊伫咱台南做足多工吼，伫即个新生命教会遐做一间真水的咖啡厅，咱即摆咧甲因学习就对啦吼。好，大家互相祝福，来平安，大家平安，多谢恁，多谢恁，哈。多谢。